今次嚟到九龍站君臨天下呢個項目啦，實用面積咧都超過1000尺嘅。咁我哋喺設計上咧都需要修正部分嘅間隔啦，去滿足翻一家4口嘅生活需要。由於原則嘅廚房開則咧都係比較細啦，為咗提升翻儲物量，我哋喺飯廳旁邊咧都做咗一系列嘅餐邊櫃啦。除咗可以提升翻收納量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成為飯廳嘅視覺亮點。因為戶主咧都鍾情素色嘅設計啦，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加翻一啲精緻感啦，譬如話加咗一啲金屬嘅線條啊，或者一啲木皮以至係爵士白嘅一啲元素咧，令到整體嘅感覺咧都可以更加豐富。小朋友房我哋都希望增加翻一個童趣感啦，咁所以喺個造型上面啦，或者係啲櫃門面啦，我哋都做咗特別嘅形狀啦，配合翻一啲獨特嘅顏色啦，都可以令到小朋友房更加有趣味性。為咗令到兩間小朋友房更加好用啦，我哋打拆咗中間雙連間隔之後咧，改以一組櫃體咧去做翻一個牆身嘅飾面啦。咁喺呢一邊咧就會係一個假門嘅設計，令到整體嘅感覺咧都可以更加連貫。